今日咧，我見到呢個升國旗升起嘅時候咧，心裏邊好感動，亦都好激動，因為能夠見證到咧祖國嘅繁榮同埋香港嘅穩定，亦都咧見證呢個大時代，我覺得好開心。春日提新毛，做多种活动技术是每一名社队队员的必。多數，看見未啊？頭先我哋睇咗咧無人機嗰個嘅救人嘅演出咧，非常之精彩。現場我哋覺得好震撼。我哋覺得解放軍咧係好英勇，覺得喺香港裏邊咧有佢哋保護咧，我哋覺得好安全。好感謝佢哋嘅辛勞付出咯，係。今次係我第4次嚟到駐港部隊軍營參觀，每次到來都有新嘅收穫。我可以感受到解放軍對我哋香港市民到來嘅歡迎同埋熱情，亦都可以感受到同埋可以相信駐港部隊決心保護香港嘅信心同埋絕對能力。Εδώ Πεκίνο, Κίνα.